大家好，我係 Leo Sir， 我一直關注英國升學最新嘅動態，幫家長了解最新嘅教育政策同埋趨勢。而今日呢一條片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我哋會傾一傾英國私立學校，即係 Independent Schools 對於政府徵收呢個學費增值稅 VAT 嘅法律挑戰。最新進展係點樣呢？我哋會傾一傾三個方面嘅。第一方面，究竟呢一單官司而家進行到一個咩嘅階段？第二方面，究竟法庭上面大家正反雙方嘅論點係乜嘢？同埋第三方面就係如果最終真係打贏咗官司嘅話，咁家長會有啲咩影響呢？我哋先講一講第一部分，就係最新嘅一啲背景同埋進展。因為2024年英國大選之後，工黨正式上台執政，對所有英國嘅私立學校學費加 20% 嘅增值稅 （Value Added Tax）。咁呢個政策喺2025年嘅1月已經正式實施嘅啦。所有喺英國讀緊私立學校嘅學生，不論你係寄宿還是係 day school 非寄宿嘅，其實你已經喺1月份嘅時候已經加咗 VAT 嘅新學費。但係同一個時間，英國私立學校協會 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 佢代表咗好多私立學校，佢哋正式向呢個法院提出咗司法覆核，質疑咗呢一個政策嘅合法性。第二部分，咁究竟正反雙方喺法庭上面嘅爭論嘅重點或者佢哋嘅論據係乜嘢呢？我哋先講一講支持嗰方面嘅，支持咁嘅政府啦。佢哋認為呢個唔應該係富人避稅嘅工具嚟嘅，而且佢哋認為佢哋可以增加16億英鎊嘅稅收。再重要嘅就係用呢啲錢去改善公立教育，增加老師，改善設備等等。而且佢哋認為係唔應該有例外嘅，因為英國嘅其他慈善機構，例如醫院、老人院，佢哋都有部分嘅服務係要收 VAT 㗎。咁所以佢哋認為教育係唔應該有例外。另一方面反對嘅，咁當然係私立學校協會啦。佢哋認為好多私立學校的確係一個註冊嘅慈善機構，根據法律係應該要免稅㗎。另一方面，佢哋認為好多中小型嘅私立學校將會經營困難，甚至倒閉啦。而且你增加咗 VAT 嘅話，會令到好多獎學金或者助學金嘅會消失，呢啲學生會成為受害者。更重要嘅，佢哋其中一個論點就係認為咁樣做係違反人權法，教育應該係所有人都能夠選擇嘅權利。但係呢一點的確係值得去爭論。而最後一點，我經常都睇到我啲老師朋友會講嘅就係，其實會對一啲好多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嘅家庭影響更加大，因為嗰啲家庭好多時候係願意俾錢去讀私立學校，但係而家就俾唔起啦。第三部分，如果 ISC 呢個官司係打贏咗，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咁可能會出現以下呢3種情況嘅，呢個係我嘅理解。第一，政府就會被逼去取消或者暫停咗 VAT 嘅政策，咁即係唔需要再俾 20% 啦。唔單止學費可以翻去以前嘅水平，之前收過 VAT 甚至可能會係退還嘅。咁當然要視乎嗰個判決嘅細節啦。第二，我認為政府可能會修改政策或者法例，僅係針對某啲嘅服務去加 VAT， 例如淨係寄宿先至加 VAT， 又或者淨係某啲額外嘅活動或者課程先加 VAT， 又或者設立一啲免稅嘅門檻，幫咗一啲小型嘅慈善學校去豁免，即係會收一部分咁樣。第三，咁政府一定會提出上訴啦，跟住官司就繼續拖延，一路去最高法院，咁一路咁玩落去。咁所以家長好有可能仍然係短期之內繼續俾 VAT， 直到最終有個裁決。我最後再加多個部分，就係我相信有家長會問，咁我而家應該點做呢？咁其實我建議咧就好簡單嘅。第一，你保持冷靜先，因為有排都未有最終結果。通常司法覆核呢個過程可以係幾個月，甚至係幾年都有咁嘅可能性嘅。第二，保持同學校溝通，知道佢哋最新嘅政策係點樣，問清楚佢哋嗰個安排係點樣。如果官司贏咗嘅，即刻問佢哋會唔會退稅啦，退款嘅方式係點樣啦，個時間線係點樣啦。第三就係 planning 啦，你要預先做好個教育同埋財務方面嘅規劃，因為我相信好大可能2025、2026年咧一定係會維持 VAT 㗎啦，所以你一定要預足夠嘅預算。將來有改變同冇改變嘅話，你個 planning 會係點樣呢？會唔會有其他教育嘅選項，例如走讀學校 day school，或者寄宿學校 boarding school， 又或者 scholarship 申請等等，都要諗一下唔同嘅可能性。今次私立學校嘅 VAT 官司，無論結果係如何，都會深深咁去影響未來幾年英國教育嘅生態㗎。咁如果你係計劃緊或者已經有小朋友喺英國讀緊書嘅家長，絕對係要繼續密切留意呢一單官司。咁我會繼續為大家追蹤呢件事嘅最新嘅進展。有咩消息嘅話，我會第一時間再拍片話俾大家知。如果你有咩問題，歡迎聯絡我，可以幫你做好呢個升學或者財務方面嘅規劃。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對你有用嘅話，俾個讚我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訂閱我個頻道，最好撳一撳鐘仔，咁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我係英國 Leo Sir，拜拜。